有調查發現，每6個香港人就有1個患上灰甲。究竟乜嘢係灰甲呢？灰甲嘅正式醫學名稱叫做甲癬，係指手指甲或者腳趾甲受到真菌嘅感染所致。患者嘅指甲咧會失去光澤，變得渾濁，而且會呈現白色、黃色或者啡黑色。嚴重嘅甚至會出現變形、變厚以及脆裂嘅情況。咁點樣可以預防同埋治療呢？最重要咧就係注重個人嘅衛生，保持腳部嘅乾爽，避免赤腳使用公眾設施，咁就可以大大減低患上灰甲嘅機會。市面上咧一般外用抗真菌產品咧，好多時候可以控制輕微至到中度嘅感染。選擇外用灰甲產品時咧，可以留意以下嘅3點：產品係咪有臨床嘅驗證啦？產品係咪能夠有效咁滲透甲床？產品係咪能夠有效咁抑制真菌嘅生長同埋繁殖？當然，如果感染情況嚴重嘅話咧，就必須及早求醫啦。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成為路上最強。路數路順通。灰甲精特別報告：唔好俾真菌破壞你嘅指甲，唔理佢，只會越嚟越嚴重。灰甲精臨床實驗證明，能有助改善灰甲問題，滲透力強，更方便，更快捷。灰甲精，灰甲拜拜。